小百花的美女，我个个都照过来，一个个照，一个个照，看。哎，哪呢？好，那你们帮他看看这眼睛好不好？我稍微错开一点吧。好看吗？有点土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这里是太细了。没有人有没有太细？横一点看下来好看，祝英台美的。这里好像咖啡也没有。酷，好看。酷不难。美。完美。都说好看，好看。好吧，谢谢你们的夸奖。啊，这边有一个人在贴双眼皮，我给你近一点。怎么个贴法的？没成功。这种面面东西都不同。对，我对这个贴双眼皮还要拍的。那当然了，教你们双眼皮怎么贴。贴出来没有？晶晶，要看晶晶。我哭了，吓死我了。公子，我们晶晶。谁这么恶心啊？来，快，小四把 LV 拿过去。LV 啊，我要 LV。啊，蛮好的，稍微有点网络延迟。怎么双眼皮还在贴呀你？我要贴第二支。谢蝉感冒好了吗？没有呢。怎么这么引导？怎么引导？今天太呼吸了这个东西。今天我们直播上看到你了。哦。那又怎样？就是。干啥了？谁说的？神经病一样的吃，说回去，一直吃。但花小丹我不走，我一点都不走。晶晶好肿啊！你的，我还没接好呢。啊，来，晶晶贴了好久了。因为我肿嘛。张英台，肿菌。很完美啊。嗯，好看。完美吗？哎呀，现在这人不齐呀。啊，君君爱你。让他爱你再看一遍。哎，芊芊，画下当时肿菌。再说我要报你的。以前不是这样的呀。真的吗？哎呀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没化妆。素面，像我素颜还蛮好看的。对，素面朝天。你画吧，我就对着你画。啊？哇，你直接上黑子了？当然了。化妆真的是不走寻常路，真是。你是美特斯邦威。谢师傅。不化妆都好看。康康，我的卡号尾号多少？你打钱。我是不是有培养前途？是的。郑晓好可爱哦。怎拍我？怎么在说你可爱？太尴尬了。哟，漂亮的主播。眼镜包没带呢，我跟你说。开心了吗？一只美的蚕宝宝。好的。哦，那边有谁来了？那周燕老师，对的，一点没错，她就是周燕。你看我就谁呀？小丹吗？小丹在，小丹一直就在送你荧光棒啦、鲜花啦，哎呦，夸！哎，孙周来了，好了，那，给你看看老婆，来，孙老师来了，给你看看。孙老师，我要工作啦。叔叔，那叫你叔叔了啊。哎，这两个双眼皮像灯泡一样。等会儿画好就好。啊，不肿了吧？不肿了，好看。有人要看老魏，我不知道是谁。魏老师正在拼命的在化妆中啊。你看他打底的这个频率啊，哒。这个节奏。啊，就是礼物的节奏。你们快，谁要给魏老师送礼物的，快啊！小礼物刷一波给魏老师，快！为什么要
小嗓子，为什么小嗓？他想隐藏自己。鱼过敏。对，你第二个包头的还不化妆？是的。他又要跟我离婚了。你看，离婚没离成。你看张老师也是，你看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这什么节奏啊啊！来，小礼物上一波。哎，送礼物的节奏耶！送礼物的节奏。节奏可多。全部到谢才能要。哎，他们说有些女的不是直播的时候啊，啊。一天10块钱啦，一天也能好。哎，这个边上有一个什么镜头的东西，我能不能把它摁掉啊？那我就看不到他们叫什么名字。没有，点一下屏幕就 OK。哦，原来这么简单。看看君君哦，好的。孔老师有催眠作用吗？我有催眠作用。好，看看还有谁要看？要看谁？周主播学到了很多，是的。君君小44，是我的现在新进的这个啊，小鲜肉，新婚，我们新婚燕尔。上一场不是离婚了吗？哎呀，没有。玩的最嗨的就是周燕了，感情的危机。就是说了，我感情危机啊，小狮子，我们有没有感情危机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是不是离不掉的？你是不是想纳个妾是吧？没有。刚才他说他已经爱上别人了。哈，真的？那，没有当着我的面说啊，背地里在死鬼是不是啊？没有的。剑拿来。没有的事。来，小青，我的剑拿来。今天要刺上去的啊！今天咱来穿上了啊！今天我不拦着你。今天我。爱上小青了。爱的是你。其实我已经别恋小青了。对，其实我跟小青有一不，他爱上了小青的前身了。爱上小青前身是谁啊？你的景点。我的景点，我有景点。小青的前身是谁啦？小青前身呢？那张画报上有的呀。小青的前身是张一清。哎，对呀。张一清的前身是朱丹平。朱丹平的前身是陈慧琳，到底哪个前身啊？啊？好的，现在我们谁走吗？什么叫前身啊？心急有个小九九，那多多的妾。哎，有人叫你心急有个小九九，那多多的妾。心急有个小九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哎，主播自己开心死了。看我肿不肿是吧？谢师傅能介绍一下各位吗？好的，但是小贝的花儿们这次也没有来全。陈丽君你肯定知道吧？陈丽君是小百花的外号是小44。优秀青年演员孔丽萍。哦，好，优秀青年演员孔丽萍。我们君君呢是主攻影派的，我们王老师第4代学生，是不是啊？应该说第4代还是第4个？不止第4个吧，第4代学生。然后这次我们新松计划浙江省那个戏曲青年大赛，他是得第1名哦。1等奖嘛？金奖里面第1名，粤剧里面第1名。文戏里第1名。他关子才2个，2个都是我们小百花的。